行行查行。天探啊，台湾守庙是不是天探啊？天公段。四天五庙，赤坎楼、大天后宫、开基天后宫、三山国王庙、大观音亭、星际宫呢，大道公庙。这成功大学，你看幼文学院、大成馆、李贤楼、科技的下水馆已经变博物馆了，戏馆。后来这边有盖那个图书馆，北边有成大医学院，呢，这边也有，那入境的805医院还是多少个医院呢？台南火车站已经改变了呢，2021年好像3月份改变了，还是去年改变了？不，到底是2020年3月以后改变，还是2021年3月以后改变？面貌已经改变了，配合地下化，也到地下化。台南公园，你看西瓜烫菜烫，西瓜烫。然后你看火车站这边，然后来看台南一中啊，台南一中，校门口那条路一直走，一直往西边走到赤坎楼，到四天五庙，到大天后宫，再往西一直走，普济殿啊，你看就是台南一中的校门口那一条，那是民族路啊，一直走往西到赤坎楼、四天五庙、大天后宫，再一直往西边走，看到普济殿呢。那普济殿呢？你看，然后要找成功大学的话，是火车站比较东北边，火车站的东边、北边成功大学，那西边是台南公园。公园南边西华堂，它那孔庙的话是台南孔庙的话，台南孔庙台南孔庙在圆环的南边，民生绿园的南边呢，
民生历园南边，北边呢旧的那个市政中心呢，还那市政府，那新的市政府已经到西边金华路那边去了。时代在演变了，变化。
哎，那是有东陵路呢，东陵路。康熙末年5月，周一贵事件。乾隆末年林爽文。乾隆末年林爽，康熙末年周一贵事件。乾隆末年林爽文。林爽文之变。1800蔡乾。1915是民国4年，怡亲王抗日事件。义境是大木匠嘛，大木工，但是义境。你看啊，澎湖书院，不是澎湖书院，是魁楼，这是魁楼书院。台南孔庙。四坎楼比较北边呐，4.5庙比较北边。延平郡王府比较南边，中间呢是台南孔庙。孔庙在赤坎郡王祠是中间呢，大概是中间，大约了哈。是长荣女中的长荣大楼嘞。
台南女中啊，地方法院已经变了什么市法院博物馆，是这样，有点印象不太记得。新的法院到义载金城附近了，到西边了，建在西边那边了。办那个法拍土地买卖那个要到义载金城附近了。市政府都往西边了，金华路而已。